来到位伫咧学校区的提港国小，伫咧110年度好好用沙马鱼装漂册芳提港囡仔爱阅读的主题来得奖。学校透过结合在地特色设计课程，并透过老师上课的过程，带大家来培养学生介意阅读的好习惯。载港国小呢，这次荣获教育部的阅读磐石奖。我们的主题方案是“沙百鱼装飘书香，提港囡仔爱阅读”。我们顾名思义哈，这个就是说，沙百鱼装呢，就是一个鱼香。那鱼香飘的不只是鱼香，还有书香。那我们希望建构一个在偏远的一个小校中，学生呢能够透过阅读来翻转他们未来的一个机制。所以呢，我们将我们的阅读扎根在学生的学习当中，让他们呢能够透过学校的校定课程、虱目鱼课程，也就是湿地，还有我们的婆姐文化，还有我们的虱目鱼产业这样子的一个在地文化课程，让孩子能够了解我们在地文化的重要性。好，我们知道说阅读呢是所有学科的一切的基础。那因此我们团队呢群策群力。然后呢，规划阅读整个阅读的计划，那包含从爱上阅读，然后喜欢阅读进而能够创意阅读，那也结合很多的社区资源，包含了志工还有基金会，一起努力，共同来推动这个阅读，让我们阅读能够扎根。现在囡仔收集要使用电子产品，为着要打造好的学习环境，校长甲全体老师透过家长的资源。并争取经费来举办阅读的活动，帮助学生来提升看册的兴趣。另外，也有老师甲阅读甲艺术的课程做结合，帮助学生用不同的方式来找出爱看册的兴趣。那画图课这个作品呢，主要创作理念是以小孩子的生活经验出发点哈。那希望借由比较平易性趣味性，还有那个节奏性的那个口语化内容哈，能够希望在小朋友在阅读的时候，能够引起他阅读共鸣，让他能够喜欢阅读这样子。那在创作语言上，我采用闽南语的创作，那也希望说能够激发小孩子呢他对母语的那个学习的动机，那培养他自己的乡土情怀。老师也透过不断的进修，让学校的阅读计划会当继续进行来推动。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。